机动车车壳唔免擦黄个，佮挺好接纳自家用的轿车的车主来检验。这款新的制度讲做多元化机动车。交通部讲，白日啊多元化机动车通好采用 APP 预购车资，只要你车钱卖扣比机动车较俗，业者就会当家己定价。咱还未坐上车，就知影讲去到倒位车钱偌济。毋过有的机动车业者嘛是真无赞成，惊讲安尼生，人嘛是有空芳会当拼价少。计程车跳表收钱有真大改变，交通部预购修法多元化计程车汇率，未来会采用 App 预购车资，让消费者坐车进前就知影车钱。多元化计程车未来用唔免搁装计费表，由 App 业者自定计费结果，按过计程车业者烦恼 App 报价欠照标准，将造成下价竞争，产生消费纠纷。未来的消费纠纷并没有一个公正的第三方的认证团体来确认这个 APP 它的准确度跟它的费率的部分，它14天后就要上，那这个部分当然是为了 Uber 量身定做。即马计程车跳表是采取公运处核定运价，其中多元化计程车伫叫车时阵已经有过车主功能，计程车业者是其。多元化计程车唔免搁装表，用 App 预购车钱，是要互有无加入多元化计程车进一步合法铺路。交通部是强调，未来多元化计程车应选择跳表收钱，或者是 App 预购收钱两种并行。多元化计程车的费率是由各业者依照他实际的定的费率来定，然后报给主管机关备查。所以我们交通部会依照他们自己报出来的费率去做验证，确保仍然在公路主管机关核定的运价范围内。交通部指出，修法预告14天后上路，针对外界疑虑，交通部会研究 App 验证机制，也爱多元化计程车业者保存2年内营运资料，包括车主甲行车轨迹，明比计程车车费核定问题较低。若发现有下价竞争的事实，会依照汽车运输管理规则，上悬应罚9万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